继续来看南投德山的秀林国小，老师带领着学生骑高轮车骑入去市区，唔但训练着囡仔体能，嘛培养囡仔的心性。德山镇秀南国小特别规划，予学生骑独轮车踅市区的活动，予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好玩，因为可以让我们放松，然后就是可以跟朋友培养感情。希望以后可以让更多人可以骑独轮车骑得更远。即摆来到室外，真考验囡仔的体力佮有耐心。过程总共5公里700公尺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培养学生正确的交通观念。就是地形都不一样啊，就骑起来就很有趣。一方面落实学校平常的交通安全教育，二方面呢，也让学生可以实际上让独轮车的运动能更加的推行起来。校长嘛希望未来各规划其他的活动，互更多人熟悉和参与独轮车运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